台积电今仔日头一届公开伫家己全球上先进的封测厂。台积电表示讲，家己封测厂呢，唔若聘请国际第三方专家团队自厂指导，也引进日本、欧美去厂房的经验，应用这 AI 科技协助工区安全监控。也若讲到这 AI， 真侪人讲敢会消风气咧，这非台积行长黄金芬也讲无即款的代志。 即摆大家拢在烧 AI 投资，外界关心敢会有走向破坏的疑虑。回答执行长黄金芬参加世界经济论坛，正面反驳破坏的讲法。This is the largest infrastructure build out in human history. That's going to create a lot of jobs. All of these jobs, we're going to in the United States, we're seeing quite a significant boom in this area. Salaries have gone up. Nearly doubled. 台积电日介绍家己先进封测厂，但是先进封测量能的布局，因为这个厂区是属全新的工地，挑战更较悬。即马园区的工地规模扩大，施工的复杂度嘛提升，投入下国建厂的经验和高科技工具辅助管理。台积电表示讲，家己厂是伫台湾持续投资先进封装产能的关键一部分，有可能变作公司上大的先进封测厂区。第一期的厂房已经伫去年12月开始进基，第二期的厂房照规划等在建立。专家分析，伫人工晶片的技术越来越复杂的趋势之下，家己厂会是一个关键角色。嘉义厂的话，整个腹地非常的庞大，然后它未来可以再多建6座新的后端的封装厂，次世代的一个技术的研发跟导入及量产，实际上也都会在嘉义厂这边进行。 台积电伫1月15召开发说会时阵强调讲，因为产能缩案会公布加大台湾和美国厂的投资，以伫台湾的布局做例，德科和高雄厂是负责上先进2台米的制定，对北到南嘛拢有先进封测厂的布局。专家认为台积电当展现全球布局以台湾做核心的决心，海外厂是当分散电政治的风险。 不可否认，随着台积电在美国厂的一个加大的布局，那么以及在供应链也随之将会到北美来进行相关的设厂，后续对于在本土中长期的一个半导体业乃至于国内经济，那么所产生的一个负面效应，它的后坐力道还是要特别的留意。受惠 AI 题材，台股日盘中时代到31890点，创历史新高。台积电股价收盘嘛起1.15%。 专家认为讲，台积电伫台湾正式进入2台米制定的八架期，和全球布局变作网型的合作生态体系。接落来嘛，观察海外和本地产能的消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